哦，一同了黑你发给 Voca 你画的家对不对？黑吗？唔黑哦，这不是你画的哦。黑吗？我共发。黑，我太上第位哦。好，来，你啊黑那位？躺下。啊，你呢？周下。你还做法哦，煮饭煮出的两片黑吗？这个是要上菜的。好，所以这边是吃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要叫什么？吃饭座。吃饭座，所以这个空间叫做吃饭间。啊，两片呢？书的地方。哦，读书的地方。哦，读书的地方吗？所以叫做。如果要来读书要走溜滑梯，然后再上去。哦，所以叫做什么？很多嘛个书房。哦，书房。亮呢？啊，这应该是聚在一起吃饭的地方。哦，大吹鼓的地方，聊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啊亮呢？亮呢？浴室。哦，所以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看。睡神间。然后睡神间。那你的敏虫在哪里？哦，这个是小孩的。敏虫在最高的地方哦。这是小孩的。哦，新年的给敏虫，啊，了还太年给敏虫，系嘛？哦，了还你木的，哇，你还有茶库诶，你的茶诶，边度呢？茶诶，茶诶，我有看到你有发一台茶诶啊，茶诶，第二片。哦，茶诶，对，所以你那个地方就是茶库。茶库。不是车库，只是给。就不用茶诶停哦，所以不是车库，唔系茶库，就茶诶边度给停停，系嘛？是。黑。哦，好。